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今年9月27要辦北地搖籃營的活動，到時陣全國有100多頂的新橋做伙示景祈福。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今年主辦北地搖籃營的活動，邀請中華道教先天上帝弘道協會，在9月27要招全國100多頂的新橋做伙了景祈福。去年北地搖籃營嘛，甲30幾頂大橋爾，38頂爾嘛。今年連着咱主辦新德之意，伊講愛號召全國弘道協會的玄天上帝來一個大繞境安尼。另外，5月20日天赦日，武隆宮準備1000份的紀念品，信眾若當日的參拜就會當摕到。有玉皇大帝甲先天上帝加持，保庇信徒萬事順遂，財源滾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